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关心土耳其大地震。这个土耳其甲叙利亚两个国家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37000人啊！啊，地震到打一礼拜咯，救援人员无放弃，继续咧找人救人。13号，救援队搁伫土耳其的南部救出一个受困182点钟的小男童。另外，伫阿德亚曼这个灾区救出来一个小女童，甲一个35岁女子。另外，搁有一个3、4岁查囡仔 A， 互救出来的时阵，第一句话就讲，伊想要啉可乐。一个查某囡仔，互搜救人员用软桥卷出来时，意识真清楚，佮讲出伊的愿望。囡仔人讲囡仔话，大会人甲笑出来，又佮唔甘这个囡仔经过遮大的灾难。土耳其甲叙利亚大地震死亡的人数一直增加，因过搜救人员依然真拍拼伫灾区咧找生还者。啊，那灾区嘛继续咧出现各种生命的奇迹。昨东灾区一个哈塔伊这个性救援人员为一个倒去的厝内底救出一个13岁查甫囡仔，伊掉入内底前后有182点钟啊。同一省另外一个灾区，一个名叫做乌梅的35岁妇人人掉入内底175点钟后，嘛互人救出来。甲一天伫阿德亚曼，这个名叫做米瑞6岁查某囡仔，伫拖脚堆内底掉178点钟后，嘛互人救出来。当伊互人救出来时，边的救援人员拢大声咧喊休，喊讲神是伟大。后来米瑞互人用软桥送去病院接受治疗。伊只当地媒体咧报道讲，米瑞姐姐嘛互这拖脚堆砍掉咧，不过国个真紧嘛会当甲救出来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